咁就其實呢一套都係一套非一般嘅紀錄片啦。咁就係2014年由英國帝國戰爭博物館 Imperial War Museum 啦，咁就去邀請咗魔戒嘅導演 Peter Jackson，咁就製作呢條紀念影片啦。咁中間歷時咗4年啦，終於喺2019年完成咗，用咗2200小時嘅影片啦，由600小時嘅錄音檔啦。即係套戲，即係博物館嗰陣時就俾晒佢哋啲珍藏出嚟啦，從未曝光嘅珍藏俾 Peter Jackson 去籌備呢個 project。係啊，嗰啲從未曝光嘅一啲材料咧，全部都係啲好珍貴嘅第一身史料啦。咁有一啲菲林啊、一啲影片啊、一啲錄音啊、一啲 interview 嘅內容啊咁樣咯。其實係好罕有喎，即係啱啱一開始提到一戰嘅 footage 比較少啦，但係一次過俾成2000幾小